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做伙来看到这读做经，歌应经第一条。读经是文音，代表讲有道理、有价值的册，咱讲经书经文。若身躯的血管血路，咱讲经脉。过手咱讲经手，这字鼻音大家可能较青分，读做鸡，嘛有人读做肩。这部台语讲是肩部。代表甜做伙，咱讲线肩条咧。另外，肩嘛会当讲是拍正，像讲猪仔烧肩。因为鼻音较简单讲，咱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，拢是用鼻音来记咧。头一个读做落肩，嘛人读做落肩，意思就是落盘，用来测定方向的仪器。风水师、地理师拢会扎伫身躯边。第二个词读做肩丝，会当讲是蝉，也是讲是蜘蛛伫咧吐丝，嘛会当讲是开讲。拉低赛，咱用一句话来记咧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这个地理师感觉功夫就两讲，摕一个落肩伫咧手头，一直肩丝，拢无讲到重点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肩或者是肩，这是鼻音；另外文音读做经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